大家好，我係靚姐。神獸出爐，好多爸爸媽媽都絞盡腦汁帶 BB 去邊度玩，想玩得有意義又舒服。咁我有好介紹啊，就嚟呢度啦！大堂充滿藝術氣息，融合咗嶺南水鄉風情同抽象藝術，相互映襯，中西碰撞夠過癮。今次入住少少美食家主題房，一入去就俾呢個廚房吸引，食物工具齊全，連廚師服都準備埋。高空景觀一流，文塔公園盡收眼底。帳篷兒童用品一應俱全，仲特別提供少少探險家行囊，睇下有咩裝備先。憑呢條手帶就可以借水槍同水泡，超方便啊！網紅泳池將夏日氣氛拉滿，同小朋友一齊游水打水仗，夠爽夠清涼。大人分分鐘玩得仲嗨過小朋友。健身房闊落乾淨，設施齊全，旁邊就係機室。大人做 gym， 小朋友有得打機夾公仔，簡直 win win 啦！玩攰就係自助餐食餐勁嘅，環境大氣別致。最近主打海鮮，10幾款任食，記得飲啲梳打水啊！手工披薩同戶外燒烤都唔好錯過，全部都係新鮮食材烹調，香口又惹味。早餐時段餐品同樣豐富，驚喜在於可愛嘅人偶巡遊，同小朋友熱情互動，任影唔嬲，俾足情緒價值。酒店仲同定文奶皇聯動，俾住客品嘗地道牛乳點心，仲可以體驗製作非遺順德牛乳，過程簡單有趣，自己整嘅牛乳一定特別正啦！海進達廣場無縫接駁住酒店，一站式解決吃喝玩樂，交通方便，暑假親子遊啱晒，又打卡一個靚正好地方。